完了吧，如無意外。大家好，咁啊睇今時今日 TVB 嘅運作呢，玩完都係一個指日可待嘅事。咁好多人話啦，除咗電視沒落之外呢， TVB 內部嘅山頭文化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影響因素。咁山頭文化主打嘅人物呢，一個就係620，一個就係曾麗珍啦。咁咁啱呢，佢哋兩個都有公開自己嘅出生年月日啦，即係只要唔係造假嘅話，咁應該都冇乜問題。咁有趣嘅就係呢，兩個人個樣你認真睇下，好似 Twins 咁樣，好似樣噶喎。咁呢兩個人呢，其實都係巨蟹座，咁啊出生嘅日期係差幾日嘅啫。咁所以其實喺兩個人嘅星盤入邊，你都好明顯咁睇到一種傾向。咁啊通過呢種傾向，唔單止係 TVB 內部，因為 TVB 佢至少係一間即係香港嘅公司，佢內部嘅運作係相對公開透明一啲，而俾我哋可以理解呢個龐大嘅體系個運作嘅問題。咁啊，其實你再睇內地其他嘅電視台啊，甚至係國企，其實都唔好得去邊嘅。你睇嗰啲我是歌手啊，咩乘風破浪啊，都係搞到一塌糊塗。首先我哋嚟睇下呢個樂小姐先，咁佢係月亮金牛座啦，跟住就係太陽巨蟹座，咁啊同時亦都係一個群星獅子座喎。咁呢度圈出嚟其實係睇到有水星、金星、火星同埋天王星都係喺獅子座。咁首先呢個月亮金牛座，我覺得係影響幾大嘅。首先因為金牛座係固定星座，又係土象啦，咁就非常之咁固執啦。咁所以係一個好唔中意變化嘅人。咁但係個好處就係金牛座就代表錢啦，即係華爾街嗰隻牛咁樣啦。咁啊同時有可能係對宮，即係話天蠍座嗰部分。就係有錢佬咧，投資者咧，好容易係有強化嘅金牛或者天蠍嘅人。咁如果呢個人去嗰啲飯局或者同啲人來往嘅時候，佢會覺得啊呢個人係可靠嘅，值得信賴嘅，即係可以明白我嘅心意嘅呢種感覺。咁所以喺佢嘅事業嘅路途上，我諗係一個好大嘅幫助。咁同呢個月亮金牛有啲矛盾，就係呢個群星獅子。咁呢個獅子座如果係娛樂行業咧，係有啲幫助嘅。咁但係佢只不過係一個行政，即係一個 HR 咁樣嘅角色，就顯得呢一個即係行政人員實在太過中意招搖，太過中意站出來去演講咁樣樣。咁你平時見阿樂小姐嘅打扮都相對比較豔麗一啲。簡單嚟講，就係佢係一個好需要有人喺下邊鼓掌嘅一個管理層。咁我哋再嚟睇呢個曾麗珍啦，咁兩個人似嘅地方就係都係一個巨蟹加獅子嘅組合。首先就係月亮獅子座合上冥王星，咁另外就係呢個群星巨蟹座，我哋見到有太陽啦、水星啦、金星同埋天王星都係喺呢個巨蟹座。咁個矛盾位就係呢個巨蟹同埋獅子座之間雙輪星座嘅矛盾。咁巨蟹座嘅部分就好似係其實佢好希望大家係眾星拱月咁樣喺旁邊鼓掌，咁但係又唔好意思真係講出嚟。咁但係呢個月亮獅子座嘅部分就係非常之渴望 attention， 即係好希望得到其他嘅注意啊。可能童年嘅生活通常都唔係好夠愛，跟住就好想喺人哋身上獲得認同。咁所以如果齋睇星盤嘅話，你會覺得呢個人其實係幾唔適合行政，即係你寧願佢哋去演戲，反正上班都係演戲㗎啦。咁就係正常嚟講，一個適合做行政嘅人呢，佢通常係一係就土星比較明顯啦，或者土象比較明顯，即係比較無聊啲嘅性格，但係比較講原則呢種感覺係最好嘅。咁但係呢兩個人係似演員多過似行政。所以個問題就係點解呢種人更加容易喺個大公司入邊上位呢？咁要解答呢個問題呢，首先要有一個叫做超穩定結構嘅概念，即係話本來穩定係一件好事，但係當嗰個系統，即係可能一間公司或者一個編制內部咁樣國企咁樣呢，咁當呢個組織嘅內部非常非常之穩定嘅時候呢，咁你會發現所有人係會有惰性，產生一種叫做路徑依賴，即係大家做重複相同嘅事就得啦，唔需要你有個性，唔需要你有態度，你只要令嗰個系統可以安全咁樣運作就夠啦。咁喺呢個超穩定結構入邊，相對一個比較有創新精神啊、有創意嘅人係比較難留低，因為你掉出嚟嘅所有 idea 呢，係因為會覺得你係破壞呢個穩定嘅運作，而覺得你係敵人，所以呢，就算佢唔炒你，你都會好想離開嘅。
咁通過阿樂小姐同埋曾麗珍嘅星盤，你睇到喺 TVB 呢個超穩定結構入邊，爬到最高點嘅勝利者就通常係有呢個獅子或者巨蟹組合嘅人。咁呢兩個其實代表太陽月亮啦，咁佢嘅對宮就係呢個土星，即係水瓶摩羯啦。咁我嘅理解就係對宮星座通常係共同咁樣生長嘅，就係當嗰個公司個機構越大嘅時候，佢嗰個系統就越硬，咁就即係越土星啦。咁但係加入呢個系統嘅人，佢通常呢係會比較獅子巨蟹嗰邊多啲嘅，即係你係一個想要尋求穩定嘅人，你先中意去大公司上班噶嘛。咁但係如果你係一個好有創意嘅人，你入呢啲咁樣嘅大公司，你係會覺得好痛苦，你係寧願喺外邊開工作室。咁所以你會發現越係大嘅呢啲公司嘅內部就越係塞滿呢啲獅子巨蟹型嘅人。咁前面有一期視頻就係講呢個獅子同埋巨蟹嘅呢個母子關係。咁呢個母親好明顯就係一個女性嘅領導人啦，即係方太啊、樂小姐啊呢啲。咁啊呢個獅子呢，即係好似喺佢哋入邊你唔係好覺有。咁呢個獅子你可以理解成為孩子，就好似《甄嬛傳》入邊嗰個皇后係自己冇仔生嘅，咁但係佢下邊係攞咗人哋個仔咁樣啦，咁嚟代替呢個獅子嘅位置，因為你要有孩子你先會成為母親噶嘛。咁啊即係喺 TVB 內部呢個孩子當然就係即係唔同山頭下邊嘅一啲明星藝人。咁呢種巨蟹型嘅管理者係有一種好似阿媽咁樣嘅感覺嘅，即係未必係女人，有時候男人都得嘅。咁佢哋最大嘅優點就係對於佢哋嘅上級嚟講，可能係即係董事局啊或者其他投資者嚟講，佢會覺得呢個人係一個好能夠提供情緒價值嘅人，可能表現出嚟非常之順從啦，喺下邊無腦鼓掌啦，跟住或者嗰個 boss 又係女人嘅話，有一種好知心姊妹嘅感覺。咁啊，對於下邊嘅人或者一般嘅觀眾嘅感受嚟講，佢哋嘅缺點係更加明顯嘅，因為呢種人之所以中意喺大公司一做幾廿年，係因為佢哋其實本身唔係一個性格好獨立嘅人，係一個冇乜能力嘅人。咁所以其實佢哋好多嘅行為本身就係通過恐懼嚟驅動，害怕犯錯，害怕有問題，一有問題就好似天崩地裂咁樣。我嘅理解呢，一個好嘅 boss 呢，就應該係一個土木組合嘅人，即係例如話英皇嘅楊老闆咁樣啦，太陽雙魚座，跟住月亮摩羯座咁樣。咁呢種人呢，其實佢唔會好理一啲好 detail 嘅嘢，即係張敬軒同佢講我要即係變降兩度咁樣，佢可能係唔理解，但係佢都覺得咁你咪試下咯，即係應該係呢種感覺嘅。就好似《哈利波特》入邊嗰個 Dumbledore 咁樣呢，即係佢基本上係一個精神領袖咁樣存在，細節嘢佢係唔好理嘅，即係 Harry 成日去犯錯啊、犯規啊、逃課啊各種嘅問題呢，咁佢都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係有時會幫 Harry 隱瞞過去。咁有一段時間係因為 Dumbledore 佢唔見咗啦、下咗馬啦，跟住魔法部就派咗呢個 Umbridge 去掌管呢個 Hogwarts， 咁就變成咗呢一種典型嘅公務員嘅人，突然間可以獲得權力去當家作主，所以佢嘅行為係冇乜能力、冇乜底氣，但係乜都要管。即係你會遇過一啲所謂嘅甲方或者上司呢，佢係唔係嗰個專業對口嘅人，但係佢又要實行佢嘅管理，佢中意管一啲特別無關緊要嘅嘢，例如話用乜嘢字體啊、咩字號啊、行間距啊、逗號係應該中文逗號同英文逗號啊，諸如此類呢啲咁嘅嘢，就係阻住嗰啲應該做嘢嘅人做唔到嘢。第二點就係呢種人特別中意模糊嗰個規則去索取一種情緒價值，因為佢對上嗰級佢都係一個好順從去做呢個奴才太監嘅人啊嘛，咁所以佢認為佢下邊嘅人都係應該做奴才太監噶嘛。咁如果你好順住嗰個公司嘅 SOP 做，咁你就係只係跟程序，而唔係體現出你嘅服從啊嘛。咁所以呢種人特別中意模糊嗰個規則。咁表面上佢好似作為一個公務員或者一個老闆，總係一種我都係跟公司規矩流程去做嘢啫。但係每次你真係認真按住嗰個規矩嚟做嘅時候呢，都係唔得嘅，都要佢點頭岌頭嘅。更加恐怖嘅就係公司本身正常嘅流程規則喺呢種人嘅手上係好容易變成一種
即係要挾嘅武器。即係表面上我都係跟公司規矩做嘢啫，但係其實係用嚟不停地捉對手犯錯，或者自己下邊嘅人犯錯。即係好似 Harry Potter 入邊有一段時間佢係要阿 Harry 留堂啊嘛，跟住佢就佢寫字，跟住就變咗寫喺自己個手上面流血咁樣噶嘛。咁所以就係表面上呢個係完全符合流程，但係實質上係滿足自己嘅私慾。咁以上兩點可以體現出呢個人係變態，但係更加重要、更加影響公司就係呢種人嘅性格通常係特別唔中意冒險嘅。除咗平時唔係好樂意去嘗試啲新嘢之外呢，更加嚴重嘅問題就係當呢個公司陷入危機嘅時候，呢種人通常喺內部係不停咁去尋找一種安全感。網上面經常出現一個段子，就係當公司出現危機嘅時候呢，就會開始捉呢個出勤啊，將嗰個公司嗰個規矩捉得更加嚴格啊，最好去廁所都按分鐘去計。咁呢啲好明顯對呢間公司能唔能夠賺更多嘅錢係完全冇幫助，只不過係為咗俾老闆一個熟悉嘅安全感嘅感覺，因為外邊嘅客戶嚟唔嚟佢又控制唔到，但係自己嘅員工佢係可以控制噶嘛。正係因為公司越嚟越刻薄，越嚟越冇人性，咁就會逼走嗰啲喺下邊已經忍咗好耐、相對有能力獨立出嚟嘅人。咁所以你咪見到好多藝人選擇離巢自己去揾食，佢都唔想再依靠公司。咁更加重要就係咁呢個過程當中，肯定有啲人去提出去開完，不如我哋有啲新嘅嘗試啦，去同新嘅人合作啦，或者揀啲新嘅題材啦。咁呢個新就代表有新嘅不可控性。即係代表有風險有危機，咁即係我已經窮途末路，你仲要我去冒險，即係更加唔可以接受，反而會將呢啲意圖解決問題嘅人當係敵人咁樣逼走。咁就解釋到愛回家點解做咗10年話要結束之後，仲係愛回家嘅？點解仲喺度講緊咩香港小姐？仲係講緊20幾30年前嗰幾個小生？呢10年8載都好似冇乜嘢新人出現過咁樣，仲係拖翻嗰啲即係老到眼皮都睜唔開嘅小生咩？郭晉安啊、馬德鐘啊嗰啲翻嚟再繼續演同樣嘅嘢。所以我成日覺得如何去打敗一個神一樣嘅對手，你真係唔需要勁過佢。即係喺同一個時間，你只要捱過嗰個艱難嘅日子，你去採取一啲新嘅措施去解決問題，而唔係好情緒化咁去怨對你自己嘅公司嘅話，咁你就會望到對家入邊內部管理層互相都係鏈住大家條頸。你只需要等到入邊嘅岳飛啊、袁崇煥啊真係逼走晒之後呢，咁你就乜都唔使做，你就已經贏咗㗎啦。最後就係一個我諗到可能可以解決 TVB 目前現狀嘅呢一個方案，就係引入一個天王星型嘅 boss， 即係好似 Donald Trump 咁樣嘅一個管理者從天而降，咁就有可能化解危機。咁我前面做咗一期天王星型嘅 boss 啦，感興趣可以去嗰度睇下。咁簡單嚟講就係因為呢種人係可以一定程度咁去破壞呢個超穩定結構，即係一個月亮型嘅領導人，佢通常都係好多呢啲拉拉扯扯嘅感情糾葛嘅。咁只有一個人係完全唔理呢啲一刀斬落去嘅人，佢先有可能可以走出呢個困局。咁目前嚟講，我唯一諗到嘅候選人就係周星馳，即係除非周星馳可以 take over TVB 一段時間，如果唔係嘅，我都睇唔到佢有咩可能逆轉嘅空間。